歌從內老年戀，強下彈歌安樂線。大家好，我係羅欣欣。鬧熱大擂台呢隻節目，當多觀眾當好看哦。在呢隻節目當中呢，我哋就發現到當為重山歌嘅聲音哦。節目一開始，我哋就邀請到擂台主莊豐裕先生來為大家演唱，強下來欣賞。客家傳統嘅小調歌曲係豐裕國樂團嘅先生莊豐裕先生帶來嘅喲。先生你好，主持人好，你電視機面頭前嘅觀眾大家好，我係莊豐裕。先生你好，我想嚟問一下哦，因為我看到你自家啲演唱嘅時節啦，你用嘅個國樂團係自家嘅團員嘛吼？係自家組成嘅樂團。哦，咁用全部看起來按後生啊？因為我本身係客家人，所以講我有就危機嘅意識。講冇講重山歌，也係演奏客家音樂是專門係老人家。應該提醒客家人嘅音樂啦，客家文化，還有語言嘅水準到水平。佢哋都團員嘅樂器嘅演奏全部係線上批養嘅哦。咩上係批養嘅啦，你係上嘛宣傳學教，也係宣傳政府，有課會有冇學會費，佢大力的推動客家音樂，即係我們本來的後生人可以是對客家音樂有興趣。因為我係國立台灣戲劇學院畢業，嘅畢業嘅嗬。因為我嘛學嘅音樂，因為佢讀了以後，又話講你啲學生人有按好嘅水準，有按好嘅功夫，為什麼我們不讓他出來演出？所以講我講，你本身有你學嘅客家音樂。所以講我知道，後生人全部
安因讲培养起来。哦，还有入古亭来练习嘅时间吗？有哦。还线上因为啊，你来表演嘅时间啦，吼，我就看到你哋动和谐啊，还有其实你哋练习嘅时候，我有发现到哦，就是因为เรา嘅学生穷下得罪久啊，然后เรา記得功效啊，还从安樣應該顯示啊，你用辦เรา學生培養感情。伊嘅老記動作是講做呢一家生意呢，好，呢用關心，好，對記得不管記得係有乜事情，呢是這樣講，呢一家生意呢。好，記得受到挫折，我是講，我有艱苦的時陣，你是講關心佢，哈，所以講到記得從因做這家生意樣，所以我從俺啲人表演有冇吼，冇去到俺冇搶團長。係啊，因為才練習嘅時間，我就看到係咪撈幾條功效，係幾條係咪撈你飛轉來嘅。係啊，即係從因做朋友用下因啦。係啊係啊。意思講，我講透過你上透過因啦，有冇吼？是講，我廣東是從你講詩啊因啦，你啊現在聲音吼冇強用嘅，所以你教咗方法，有方法。我記得就講，哎呦，你是倚老賣老啊，有冇？所以講，你改變，所以เรา學生啊，有冇？เรา嚟到成日當作你一家朋友，平起平坐，因有冇？佢將為咱高興，然後將為咱你嘅音樂做很好啊。哦，所以線上你做你嘅音樂團吼，真緊動入心，因為看到很多嘅後生人啊吼，對你嘅傳統音樂做得繼續下去，不管係傳承啊，係推廣你嘅客家音樂嘅文化吼，都動入貢獻啊。還有啊，線上你講你對你啲學生當做自家嘅聲音，很像安樣嘅歌唱就做得老聲音咧，強下來欣賞，強下來學習你嘅客家音樂吼。係啊，因為你嗰邊很後生。係啊，先生可能你當後生嘅。冇秘密。咁先生撒下落會帶嚟乜個歌曲？呢個客家小調歌曲。12月古年。12月古年哦，咁會對正月唱到12月冇？可能會當唱嘅時間。可能你音樂唱到正月嘛哈，正月唱到12月，可能天光咯。聽唱嘅啦，唱季節的時候得咧。咁我呢就實實來聽唱兩首12月古年哦。好。我呢度欣賞莊豐裕先生帶來嘅歌曲。
山过了过来自那牡丹来河南，怪得了伊那钱啊，摩托爱输那。小命哦，真爱懂啊，爱相爱人啊，大菜哦，没有来的啦，祝那么你那。来水哟，天来做，爱转来红啊，爱去哟太难了啊，将来哟情难。谈到该团染场啊，观众朋友，请问你心动了没呀？欢迎我哋今边嘅来宾林信栋先生，先生你好。你好，主持人，电视机前面的嘉宾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信栋。林先生，你挑战从了系属平板啊，吼，该歌词啊，动入意思，唐起来就系自家介绍自家吼，该歌词用按入意思，你自家写的哦历。史啦，就讲演习大道山主府啊，遐已经办迁移到遐中南来啊，所以就出来全国就来遐练管移来遐平板遐梁树山歌的。因为我哋嘅客家山歌啊，吼，该歌词系动即兴的，所以呢，做得对了嘅56则诗，就梁树歌曲，简单就做得介绍自家对本年度了下嘅故事吼。遐有啲咧古典故啊吼，喺山歌嘅地拜咧，老前辈咧，雷神冲先生啊，就算伊爱献俾先生讲啊。有价自土来人来一出人来教啊，所以也对了歌词慢慢的就因在进步，也当学习也非常生猛机，还因为我先生李元祥两沙一出，按当然来就人来支持人来自土啊，所以行到今日了谱，我本身我也真喜欢了伊了客家了三台调的哟。哦，该先生你系对技术开始从了客家山歌。从山歌已经有25-26年的时间有诶。我就研究了哦。嗰两诗啊，我家族是三团音组这个创，阿公阿爸有打字体版。有一则事件是李元祥嗰两诗佢开笔筒啊，是个调五的啦。有迄个创山歌，我也对个 A230角度啊。但是呢，基山歌佢当创比我下强啊！哎呦，我想讲哟，了怎去安慰上去用呢个比赛么？用我讲哪打比赛？各位没有，我就咧找就两沙强土，我用出来比，佢就成行啦。我就做后辈啊，就慢慢咧就因创我了下来哟。哦，所以你咪唔系讲 TPF 度爱创山歌啦，然后喊当就走一行呢？我冇去上课，冇去上课。唔系上课学嘅哦。我本身就不讲我也以后，
规副卡因就会创散过啦。另外这两只这也是导游小姐出来的，会安样啦。哦，该先生该你从散过啊，该你系冇当喜好嘅，你做得讲下你样办来比如讲你样办是运气呀，然后比如讲写故事，我哋你自家创嘅故事，全系自家写嘅，也都有你样办去做。有罗千比人嘅指头歌词方面，创嘅方面除了我甲讲过欣赏讲，既然我指头就系我欣赏讲啦。那大概样嘅活，那大样嘅创下顺下好。就养来几两只台人，让他支持，所以我露台今日能够在做了电视台，安样来创作录音，安样新闻机。哦，该先生做得讲下，该你下书上去比赛嘅系哪啲有比赛？哦，了比赛，台湾省差不多7月投了，79年嘛，足总乒乓球拿过冠军。下年呢就花莲呀。所以个安尼嘛，玉丽也2年也系我赢拿冠军，也一次打上山过比赛过，安下来还有2-30只个女朋友啦。哦，该一讲啦，就安样甜啦。但是透露会做冇讲，愿意出来唱歌啊，有比赛上过上演出报名参加样。先生，你等下吼为带来嘅歌曲系《罗山歌》，罗山歌系有啲个名目吼，因为咧搭天跳罗山歌啊，让我跳罗山歌啊，就系咧新山宫嘅女神唱啊，佢是她有30-40年前唱嘅哟，我就来念过来，我问佢讲咧调我来跳，安样要感冒嘅，要安样做得咯，所以我就刺激跳歌嘅去用。所以先生俩属罗山歌也系入故事性嘅吼。错。哦，今日就为咧实实听从俩属罗山歌。好，什么？今日你就实实来欣赏林信东先生带来嘅罗山歌。吃饱饭子，了门前看到夜光啊，看到神啊，夜光呀看见你娘伴老妹呀，阿母爷呐。夜太唔見，為天公啊！
流灭天喜。